你係咪咧年年定目標，但係咧年年都落空？定得太高又驚做唔到，太低咧好似覺得冇乜意思，唔定咧又覺得冇乜方向。問題咧唔係你唔夠努力，而係可能你漏咗最關鍵嘅一樣嘢——心力。大家好，我係 Penny Sir 黃希志，好歡迎咧大家翻到嚟快樂商道。每逢年頭年尾嘅時候咧，我都見到好多人都會去做夢想版、定目標，又或者咧會睇下流年，睇下有啲乜嘢避開唔好做，又或者咧今年明年咧要旺啲乜嘢，加大啲力去做。甚至乎咧，我見到好多嘅老闆或者 team 頭啊，都會將啲時間咧擺好多喺定今年嘅 sales target 同埋咧做教學書上邊。但係咧，從來都冇人咧去問過自己，我嘅心力夠唔夠咧支撐幫我咧去到終點？今日咧我就會將呢一個新年必睇目標達成嘅心法同大家分享。聽完咧，你突然間就有一個真相大白嘅感覺。點解有啲人咧可以輕輕鬆鬆咁完成咧自己每一年嘅人生目標，去做到咧平步青雲？如果咧你同我都一樣咧，年年都有定目標嘅習慣，咁我想問下你啦，你2025年嘅目標你完成咗幾多咧？咁你可以喺下邊咧留言話我知啊。睇睇下邊咧會有幾多朋友咧同我當年一樣啊，係目標嘅常敗將軍。如果咧你同我當年一樣啊，先唔好覺得咧好氣餒先。等我同大家講一個咧我嘅親身經歷嘅故事。記得咧當年咧我同一個身家過億喺香港地產咧上市公司嘅主席合作。當時咧佢仲係一間咧媒體公司嘅老闆，而佢公司嘅營運總監花咗咧足足個2個幾禮拜嘅時間，捱更抵夜咁寫一份咧關於明年目標嘅策略報告。見到咧雙眼滿布紅筋，仲以為咧交俾老闆嘅時候咧都會得到好正嘅賞識。點知老闆啊唔睇完之後，狠狠咧咁問咗一句：你花咁多時間喺定目標上邊，咁你上年嘅目標完成咗未？完成唔到，咁定目標又有乜鬼嘢用？哇！個營運總監啊面都青埋就離開咗辦公室，成個人就懵咗。哇！我花2個禮拜時間，唔通成功嘅老闆都唔使定目標嘅？後尾咧，我同呢個老闆傾緊嘅時候，先明白咧佢嘅格局真係與眾不同。佢嘅目標咧係用嚟指一個方向俾我哋，而唔係用嚟咧做擺設嘅。真正咧決定結果嘅係你能唔能夠一步一步咁向前嘅行動，同埋咧有冇撐住你咧行動嘅心力。後尾咧，我去讀一個商業課程嘅時候，又聽到一個咧好震撼嘅故仔，關於沃倫巴菲特同佢私人飛機師阿 Frank 嘅一個對話。呢個 Frank 咧一啲都唔簡單嘅噃，佢曾經係咧4個美國總統同埋 Bill Gates 嘅私人專屬飛機師。當時咧，巴菲特咧就同阿 Frank 閒聊，就問下佢：喂，你有冇夢想㗎？阿 Frank 就答啦：哇，梗係有啦。跟住咧，巴菲特咧就叫 Frank 嗱，你想成功嘅話咧，就寫低你25個人生嘅夢想。咁啊分成咧 A、B 兩個唔同嘅清單。A 清單咧就係你最想實現嘅5個目標 ，B 清單咧就剩翻落嚟嗰20個。咁呢時候咧，阿 Frank 就冷靜咧咁同阿巴菲特咁話：哦，我知啦，你梗係想同我講咧，先做完 A， 我最想咧做呢5個嘅目標之後，如果有時間就咧可以再做埋 B 呢啲嘅目標。點知巴菲特咧同佢講話：你估錯晒啦，你應該全力以赴去做 A 清單，而 B 清單嘅嘢係你要全力以赴咁去抵住誘惑，一啲都唔好掂。呢個故事咧對我非常之有啟發啊！因為我發現咗咧，香港人最叻嘅咧就係搏到盡，乜嘢咧都要做，咩都要搏，但係咧就唔識得去做減法。我哋嘅時間咧同埋精力咧係有限嘅，貪心就係目標落空嘅最大陷阱。你又想賺錢，又想去旅行，又想陪屋企人，結果咧最後咧你乜嘢都捉唔到。所以咧做減法先至咧成就大事嘅第一步。喺呢2個故事入邊，我總結出2026年目標達成咧嘅核心公式係願力加能力加心力而產生結果。呢3個力咧係缺一不可㗎。第一力，我哋講到願力，講嘅咧就係死唔斷氣嘅決心。願力咧講嘅咧唔單單係講夢想，亦都唔係講空想，係一種咧我一定要做到嘅決心。就好似咧我好記得施永青先生話齋啊，佢話所有成功嘅老闆咧其實係好簡單嘅咋，都係一個咧願力叫做咧死唔斷氣，一個嘅方法覺得咧自己梗係能夠咧成為市場上高幫到最多人嘅公司。某人嘅願力咧就係要做一個咧平台幫助生意人能夠咧輕鬆賺錢。唐三藏嘅願力係無論經歷幾多嘅磨難，都要咧去取經翻嚟咧去普渡眾生。咁啊，你嘅願力咧，梗係咩咧？係我一定要喺2026年將生意咧擴展到去灣區，定因為係咧我一定要咧將個團隊業績翻1倍。如果你冇咗呢個目標，冇咗呢個方向，冇咗呢股嘅願力，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咧，你就會退縮。第二力，能力，解決問題嘅本領。
有咗願力咧，仲要有能力。呢個咧唔使我講好多噶啦。香港人咧最叻咧就係拼搏努力。你嘅產品唔夠好，你嘅團隊唔夠強，你嘅系統唔夠高效。當年咧，我記得咧，我想將公司賣俾 Google 嘅時候咧，我就知道自己嘅能力係唔足夠。於是乎咧，我花咗咧幾十萬去跟咧國際嘅頂級大師去學習。能力咧係可以後天補嘅，但係咧好多人咧連願力都冇，就話咧自己能力唔夠。呢個咧就係最大嘅藉口。第三力，心力能夠咧支撐到你向前奔跑，去到終點嘅燃料。願力能力好多人都有，但係咧心力咧係90%嘅人都忽略咗。我認識佢呢個 concept 咧係嚟自於我去到外國跟商業大佬學習嘅時候，富爸爸、窮爸爸講好多咧能力、方法、點投資、講 concept、講四象限，但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佢背後係有咧一啲嘅顧問去講述咧心力點樣能夠令到佢咧嘅工具用得更加好。咁啊，今日咧我同你詳細分析咧呢個心力入邊嘅秘密。咁因此咧，呢個咧就係點解咁多人明明有目標有本事，但係咧行到一半就半途而廢嘅關鍵。咁心力咧總括嚟講就係關於你嘅生命能量。喺你細個嘅時候係咧處於100分咧滿格能量嘅狀態，學行路跌低你又唔驚，講錯嘢你又唔覺得慚愧。但係咧慢慢隨住你嘅年紀長大，考試成績唔好，俾阿媽咧鬧咗句，點解你得90分㗎？作業俾老師咧批評話做得唔夠好，同客戶咧談判又失敗，俾客戶拒絕咧又唔同你合作嘅時候，你發現你嘅能量係一分咧俾扣走咗，卡住你過往一啲咧唔好嘅經驗上邊。人生咧去到40幾歲嘅時候，你發現咧你嘅心力咧可能由100分跌到咧剩翻50分，就好似一支火箭燃料咧淨係夠飛到一半，點可能咧夠力衝到上太空咧？就好似咧你年年定目標，年年咧都半途而廢。去到年尾就想放棄、想休息，甚至乎你嘅暴飲暴食症、拖延症咧都走晒出嚟。最根本嘅原因就係咧你嘅心力不足。咁假如咧你今日想知道你自己嘅心力有幾多分，留言心力，我咧送一份心力測試問卷咧，等你可以即刻 check 下咧自己嘅狀況係點樣。咁啊講完理論 Penny Sir 咧會俾你3個簡單又容易落地嘅方法，幫你咧補充翻你嘅心力。2026年目標咧必定可以達成。方法1，回歸大自然，去咧接地氣。香港人啊，日日咧都困喺個寫字樓入邊，隔住玻璃咧先睇到風景，根本就冇機會咧去接觸地球嘅能量。假如咧你每個星期抽半日去下西貢行山，去淺水灣踩下沙灘，甚至乎簡單到咧喺公園或者一個草地咧可以瞓喺上邊。我哋咧係由地球咧生出嚟噶，所以回歸母體，自然就可以補充翻咧我哋嘅能量。試下你就會發現少咗煩惱，狀態變好咗，連思路咧都變得清晰。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斷捨離，清理翻咧我哋嘅負能量。過往嘅負面經歷，好唔捨得抌嘅舊衫，放咗好耐咧嘅爛家私，甚至乎咧係一段消耗你嘅關係，全部咧都係消耗緊你心力嘅垃圾。喺2026年，你可以試下咧做一個14日嘅清理挑戰，每日去嘗試揾出清理一樣嘢，可以一件衫，可以一個負面嘅念頭。就好似有個朋友咁啦，咁咧佢好有好強嘅環保意識，想保護地球嘅生命，但係咧佢唔能夠馬上成為一位素食者，於是佢每一年咧就減少去傷害某一種嘅動物，減少咧食某一種嘅肉類，然之後咧5年之後慢慢咧就有一個新嘅習慣。咁我哋講清理咧就唔叫你放棄，而係咧將能量咧可以重新騰出新嘅空間，可以咧令到你裝到新嘅機會。方法3，揾一啲嘅教練做療癒，甚至乎咧我好鼓勵大家咧揾一啲嘅心理諮詢師。因為喺好多人嘅心力係俾童年嘅負面經歷咧卡住咗，可能咧細個咧俾阿媽鬧你一句話，你唔夠好，影響咗咧你成世人。呢啲潛意識嘅垃圾，靠自己咧係好難覺察同埋清理噶。所以你可以揾一個咧專業嘅教練，幫你梳理翻過往嘅經歷，將卡住你咧嘅能量啦可以釋放翻出嚟。就好似咧曾經一個網球名將阿加斯，明明有願力有能力，但係總係喺關鍵嘅時間咧就失分。最尾咧，佢就靠佢嘅心理教練啊 Tony Robbins 幫佢調整狀態，最尾咧仲成為世界冠軍。香港人講求實際，投資心力就係投資你嘅未來。如果你想你2026年嘅目標可以落地成功，唔係咧靠咧好多唔同嘅計劃，好多唔同咧嘅策劃，靠嘅係你嘅願力、能力、心力3力合一。今日咧 Penny Sir 咧就準備咗2份禮物咧俾睇緊視頻嘅你。
希望咧能夠幫到你輕輕鬆鬆啟動2026年嘅目標，達成所有嘅計劃。所以你想知道咧你自己而家嘅生命能量狀態係處於咩階段嘅話咧，記得留言心力，我就會將呢個評測表咧發俾你。因為心力咧其實係分開4種唔同嘅階段，有紅色、黃色、綠色同埋金色。相信咧你都好想知道咧，其實你而家嘅狀況係點樣。如果你想系統咁學習種子法則加心力管理，同一班有願力、有能力、有心力嘅老闆交流，歡迎你加入成為會員。除咗咧可以睇到我一啲嘅視頻課程之外，每個月我仲會邀請一啲成功嘅老闆嚟分享，幫助你快速咁實現你嘅目標。點擊咧視頻以下嘅鏈接，即刻查詢報名。願力定方向，能力做事情，心力幫你撐住全程。2026年祝大家咧都心力滿滿，早日咧可以實現你嘅年度目標。我係 Penny Sir 黃啟志，身心平衡不是夢，關注我，教你運用空性同種子法則，輕鬆做生意，讓你成為努力而不費力嘅成功企業家。下條視頻見，拜拜。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如果唔想錯過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